来继续来看艺人蹦车车，去年10月，和祭祖姜亚到阿泰三温暖限制行动。事后，警方抓到三温暖的头家杨金峰，甲通化街一个姓朱的角头，两个人当时是互收押禁见。昨暝法院阁来开庭，两个人拢讲因无压人恐吓，讲一切拢是蹦车车心甘情愿的。我说一下，蹦车车自导自演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还有吴宗宪欠你们钱，有没有话要说？没有。要不要说一下？没有。不要再说。后来，这个挂目镜的查甫的，就是阿泰三温暖的负责人杨金峰，人拢叫伊是杨医师，甲演艺界有真好的关系。只要有艺人急要用钱，伊就会转介予姓朱的角头来熟悉，家己做幕后的金主，收真悬的利息。 蹦车车因为还袂起利息债务，去互角头兄弟姜亚到三温暖来讨笑。检察官透明侦讯了后，两个人分别以300万甲250万交保候传。小心要说。